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5日的南方特搜报，我是潘文玉。由公共电视所举办的 PEPL 校园总编辑暨影音竞赛成绩公布，在全台新闻相关传播科系中，得奖名单几乎是北部的大学南瓜，但在高雄的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却脱颖而出，勇夺第3名的佳绩。究竟同学们是如何办到的呢？透过镜头，让我们去看。位在高雄市大树区的一所大学大传系的学生们，正聚精会神听着课堂上老师的实务讲解。也因为这样的专业专精的学习课程，让代表参加公共电视所举办的2021年 PEPL 校园总编辑影音竞赛的同学们夺得第3名优秀成绩。就是因为家中的长辈，所以才知道说有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去把它，因为很多人不知道，然后也加上城乡差距，他们也会就是有落差。认知上的落差，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好像就是只能这样，不能说新增的这些项目他们并不知道，所以我们想说把它做出来，然后让更多人知道这样。公共电视 PEPL 公民新闻呢，跟全台湾16所新闻传播科系的学校合作，已经有10几年的这个历史了哈。那其中它每个学期呢都会安排总编辑的一个会议交流哈，那彼此将各个学校的这个作品呢，大家互相就是切磋交流。那也做一个评比。那这个比赛事实上，一所大学在近几年来成绩表现非常不错哈。我们有曾经连续2年都获得到第1名，那这次呢是获得到第3名哈。那在这16所这个新闻传播科系的学校互相竞争当中，这是非常激烈的哈，所以可以获得到前3名的成绩都是相当不容易的。一所大学大众传播学系副教授林崇仁提到，这次参赛作品制作的同学们，从课堂上的吸收到深入社区实务操作。期间的困难，也积极与团队研讨，用心制作出新闻专题的报道，品质上不亚于业界的节目直播，实在是值得鼓励。我们有去那个照护中心、日间照护中心去访问到很多长辈，那我们就会针对说，前面我们一开始做的那个独居老人，是不是应该说借由这些日照中心的长辈，然后去跟他讲说，其实去日照中心没有不好，是可以有很多活动的。这一次有关于作品是针对这个老人长照的问题哈，那这个问题在台湾的问题已经存在已经很久，而且事实上是我们都必须要关注到这样的一个议题哈。那同学们提出这样的议题跟我讨论之后呢，我觉得他们因为想的范围有一点比较广，所以我就以自己也算自己亲身的经历哦，那家里的老人可能需要一些照护之类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案例，然后给学生互相讨论之后呢，然后他们会想到就是说，现在一个长照2.0的方式跟过去1.0的方式，事实上有一些不大一样。那一般民众如果对这方面不了解的话，那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也会比较清楚认识有这样的一个新的措施。新闻传播业面临资讯上的世代交替，一所大学也同步因应，不让学生们在学习上落后。邀请目前在新闻传播业任职的学长姐返校分享职场心得，让课程学习更加实际，也提早超前部署，更有信心面对未来进入职场的挑战。记者李嘉龙采访报道。全台第一间全国电子与三丽鸥联名店正式在台南登场，粉嫩装潢再加上2座真人半身高的三丽鸥造型公仔，四处充满了拍照打卡的场景，打造了全新家电通路的联名型概念。看好疗愈商机，全国电子家电通路特别与三丽鸥合作，打造全台第一间联名店。经过1年的筹备，台南永华店正式开幕。包括全国电子总经理、三丽鸥台湾区总经理与配合厂商良心电子都一同出席，共同到香槟塔庆祝开幕。我们请3位长官一起出入我们的香槟塔，全国电子与三丽鸥联名店正式开幕，借用大家热情的掌声好吗？哇！也祝福我们全国电子、良心电子以及三丽鸥双方的业绩都能节节高升，业绩长虹。台南这边已经有2间 Digital City 了，那我们 Digital City 就是希望能够为消费者创造与众不同的购物体验。那因为有了2间 Digital City 已经在台南区了，那我们在永华这个点其实也这边经营了8年，那我们会想要为这间店做一个跟另外2间 Digital City 做一个差异化，所以我们有做三丽鸥的主题馆，还有我们有跟良心的合作，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间店最大的2个特色。我们也看好台南这几年的发展，然后
其实现在在线上数位媒体不断发展的情况之下，我们懂得其实线下有线下的价值，那线下的体验是不可磨灭的。我跟全国电子跟良金电子都是有40几年的这个工作经验哦。那我们一直致力在线下对消费者的很好的服务。那也刚好有这个机会，然后再透过台南这个在地的这个地方，我们希望把体验服务做到跟以前完全的不一样。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不管在品牌陈列上，或者在商品的陈列上，其实我们做的跟以前有做一个比较大的改变。也希望透过接下去的线上线下的整合服务，然后让我们对当地的这个台南的居民，然后在地化的居民，能够有更好的体验跟销售感、跟消费感受。占地178坪，花了1年时间筹备。卖场里面四处看得到 Hello Kitty、布丁狗与大眼蛙可爱的身影，而且规划拍照打卡专区，不但吸引年轻人拍照，而且连小朋友也都流连忘返。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最近经过高雄爱河畔的民众有没有发现两旁的凤凰木已经盛开了呢？市府养工处表示，过去都在毕业季才盛开的花，今年因为缺水的原因提前了花期，欢迎民众前往打卡拍美照。过去都是在毕业季盛开的凤凰木，最近提早大肆盛开喽！在爱河畔已经可以看到一整片茂盛的橘红花团，吸引不少民众前往拍照赏花。我觉得就是鲜红色的，还蛮漂亮啊。我觉得看到花的时候很开心，也很舒服。我常常在这边散步，然后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就感觉，一下子这2天凤凰木就很盛开，然后就想说白天我要来照相这样子。对，我感觉它很美。市府养工处表示，过去都在毕业季才盛开的凤凰木，今年提早盛开，研判跟缺水有关系。不过还是欢迎民众来到爱河畔驻足观赏拍美照。如我背后的凤凰木，它整个盛开挂，它也有一些花瓣已经有掉落的情形。挂因为今年的部分挂特别开花会特别的早，是因为我们有研判可能是在气候上或是在干旱的部分，所以它有一个整个往前提的一个行为，也是希望说民众可以在趁着假期可以往户外去做一个踏青，也顺便做一个完美打卡的一个地点。持续进入夏季，是许多花花草草盛开的季节。下次当您经过爱河畔，不妨停下脚步，感受一下缤纷的河岸景致。记者高雄综合报道。外伤后造成永久性疤痕，除了造成病人生理的疼痛与敏感之外，在外观与心理上也会有影响。但如果能够借由专业医师在受伤后早期介入，不但能够加速伤口愈合，也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感染与发炎。长期与成大医院策略联盟的卫福部台南医院，今年4月起，由成大整形外科疤痕治疗团队正式进驻。无论在急性伤口照护与重建，或疤痕预防与治疗上，都有很大帮助。因为我本身长期在做脂肪干细胞研究，我们知道说，其实脂肪细胞里面都有一些干细胞，它可以让整个疤痕重新再生长、再活化，而且也可以抑制这些发炎。所以不管是在烧烫伤持续长久的这些烧烫伤的这些病人，我有很多就是一些烧烫伤的病人，他的那个疤痕持续疼痛。打了这些脂肪干细胞的这些，应该不能够叫脂肪干细胞，不好意思，叫做脂肪细胞。那这些打了这些脂肪细胞之后，它其实它的发炎就会减少，它的疤痕就比较不会疼痛，对它的生活品质其实改善很多。那再加上说这种美容这些效果，其实对病人来讲，不管在美观上或在功能上，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注意。所以这个也是整形外科的专业，从这个抽脂，然后到脂肪的离心，然后怎么样萃取最好的一个部分来做一个移植。成大医院疤痕治疗团队进驻，以整形外科医师对伤口与疤痕处理的专业，像这名29岁女子，因为血足肿，虽然开刀治疗的时间可能需要1-2个小时，不过光缝合因为要缝4-5层，可能就需要3-4个钟头。医师强调，通常疤痕都在皮肤层，透过里面肌肉一层一层缝，就能够减少疤痕的产生。记者林根台南报道。怎么会有小学生在白天的时候应该在学校里面上课的时间，反而在外面上课写作业了呢？原来这是实验教育学习计划的一种方式。而什么又是实验教育学习计划呢？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一起来了解。大白天的
而且不是例假日，怎么会有小朋友在外面上课写作业？这个时候不是应该是小学学校的上课时间吗？高雄市教育局有一个自学的相关的单位，那可能联络，然后安排可能自学也要面谈，因为你要缴交计划书，然后就是帮小朋友安排适合的课程这样子啊，也会有需要跟学校的制度是一样，也会有评分啊等等这样，然后他们每一学期也会有类似像成果发表。这个是比较属于非学校形态的一个教育哈，就是也是实验教育的一种。那会有这种非学校形态的一个教育或是实验教育，它重点是比较在于就是说保障学生的学习权益，然后提供家长呢他们一些不同的一个教育的一个方式哈。那它这个形态大概有3种啊，一种如果是不是学校形态，就是有个人的、团体还有机构这3种。高雄市教育局表示，实验教育是一种新形态的教育方式，跳脱现有教育体制的课纲，从国小到高中109年学年度里就有795位学生加入非学校形态实验教育。面对这种新形态的教育形式，许多家长有兴趣，但还是一知半解。对于基础教育的选择，改变的不只是孩子的未来，同时也是家庭传统教育中是否要考量突破的方向。可以安排自己想要学的，也比较自由，比较好玩。我觉得这对他们来说都是一种学习自己搭乘交通工具，学习自己安排时间，学习不一定是要在学校。那当然，就整个高雄市来讲，我们高雄市学校多，所以看起来它那个数字一分散，其实对学校的影响性不大。但是这个重点是在于说，我们提供一个多元的选择，好给学生学习，好那给家长做选择，其实是这样一个从中央到地方的这个实验教育的一个精神。实验教育施行到现在已经经过7年，每位家长为了替孩子们规划未来正确的方向，费尽苦心寻找适合的学习场域。但不论是校内学习或是校外教育，只要能够让孩子多元健康发展，并且保障自主学习权，相信才是现代所有家长正确的选择。记者李佳龙采访报道。由台南的企业社带领着原住民、单亲等妇女代表，结合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师生，以再次梦想的勇气为主题，展开了一场走秀。会中还有78岁的阿嬷都来参加，现场相当热闹。选定台南巷弄当中的咖啡厅，今年多家企业社和树德科大流行设计系师生合作，协助这群纯手工制作手提包的妇女来装扮。其中8位妇女平均年龄皆超过50岁，甚至有78岁的阿嬷，都是人生第一次走秀。不过每位妇女的自信笑容让在场观众相当感动，惊呼尖叫声不断。我现在是第3人生，在研究说对自己怎样活得更快乐、更自由，不再像以前的老阿嬷都在门口那边说东说西了。感谢主。在工作室里面，我们需要运用林马的布料来发挥自己的创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当有客人欣赏我们自己做的包的时候，是会给自己很大的肯定，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成就感。这群女性的力量，除了透过环保、永续和希望的手提包来感动大家，对于树德科大流行设计系的师生来说，也是跨时代沟通，思考运用他们的专业，可以为这群妈妈和阿嬷用什么布料和装扮来量身打造最适合他们的风格。冬季泡泡海洋，对，所以我们就是以这个作为是珊瑚色，然后这些球啊，等于说就是泡泡啊，还有阿嬷做的袋子，对，这些都是属于那种海洋系列的，对。然后妆感也是啊，就是我们就不会偏的那么橘色，对，我们就以亮色为主。服装的话，其实就是以素色为主。那因为我们其实就是想要牛仔布跟华丽感。
撞出一些新的火花。那其实像包包的话，它其实除了用渔网之外，我们其实围上项链可以增加华丽感之外，那我们透过眼妆、唇彩的部分也去增加一个整个的亮度。我有先就是做一些功课，就是关于深色肤色的调整之类的，对，然后又想到它是牛仔布，其实我觉得牛仔布很衬那种深色肤色的人，因为它有一个随性的质感在，比较稍微野性一点。可是我们想要让它有一点华丽的感觉。透过跨界合作，多家社会企业社帮助许多弱势妈妈活出自信和精彩，甚至打造他们专属的舞台。除了是今年母亲节最好的礼物，也是第一步实现他们再次梦想的勇气。往后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这样子的机会，可以让学生还有妇女们他们做合作。那因为是这个伸展台其实不是为了要看自己的作品有多厉害，乃是要帮助更多的妈妈可以勇敢的走出去，然后展现自己的自信。那为了搭配他们的这个带包的一个方便搭配性，我们也出动了我们永续服装跟我们的法装来做整体的结合。那整体造型是我们树德科技大学流行设计系的强项，我们很开心学生可以学以致用，并且贡献社会。谢谢。好，大家好。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高雄市的各个社区都慢慢的落实了长照的政策，在苓雅区仁和里，近期在里长与志工的努力之下，树仔角据点开课喽，吸引了许多长辈前来上课，现场气氛相当热闹。一大早，巷弄里的长照据点就挤满了许多长辈前来上课。这是苓雅区近期开课的曲瓦卡乐龄学堂。经过里长与志工的用心，希望带给社区长辈更窝心的环境，也让晚辈在外工作能够更加放心。我任里长期间，那服务的过程里面有常常碰到长辈自己在家里面，然后跌倒，那家里面的少年人呢都去上班去的，那上班去的呢，长辈在里面跌倒，事实上就产生危险。既然这样子，我就自己以身作则，来把这个社区看努力，来设一个可以关怀各位的地方。那我安排社区的志工来帮忙照顾这些长辈们，安排好的课程，让各位越来越健康，然后让各位呢家长、小朋友呢去上班没有后顾之忧。而来到这个据点，从课程的设计安排到据点外围墙的彩绘，都可以看见里长与志工的努力付出。我们都是在这边生活很久的里民，这里大家就像大家庭一样啊，所以说大家都一起这样服务起来，大家以后像我们也会老的时候也来可以这边啊。而这些用心与付出，都让来参与的长辈们看在眼里，纷纷表示，来到这里不但能够保健康，有大家的陪伴，精神也会越来越好。我觉得很不错啊！大家看是要唱歌，还是做体操，还是赢棋，还是泡茶，闲话家常，安尼嘛是足好的啊！有了里长与志工的号召与努力，再加上长辈们踊跃热情的参与，也让整个社区的气氛活络了起来。不仅能够让阿公阿嬷们有个健康开心的银发生活，另外也让在外打拼的晚辈们能够更加安心。记者张胜明、潘文玉高雄报道。1923年，当时日皇太子曾经来过台湾，也就是现今的知识官邸生活馆，吃过了一顿飨宴。对此，台南经营酒店秉持着10亿复兴的精神，除了将100年前的菜单重现，推出了14道的国宴料理。未来还准备规划皇太子台南行，由专业的导览带领游客追随皇太子的步伐，感受皇家巡礼的风采。现场展示这几道菜都是日本皇太子1923年来到台湾访查所用御宴。依照文献资料，当时只有菜名和简单的介绍，并无图说，所以饭店完全是用想象，像变魔术般，全席有14道菜，加上皇太子最钟爱的八宝饭，主厨都有全新的创意。饭店表示，这次他们和知识官邸生活馆合作，就是让民众来台南，除了小吃，也有机会吃到天皇所吃的国宴料理。
其实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赚不了什么钱，可是我们是想要把文化发扬光大，因为觉得来台南市玩，不要都是永远停留在就是夜市啊、小吃啊，那其实还有不同的料理。那虽然当初皇太子在用台湾料理，他是在台北的玉博所，就是现在的台北宾馆。可是我们在台南这个玉博所是当初仅存下来，皇太子那个玉博所的南部就是这边，北部就是台北宾馆。那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个氛围来用皇太子宴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对饭店可以还原当时日本皇太子所吃的料理，将文化资产融入一般民众的生活，甚至日后还有机会模仿当时使用的器具、穿着，回忆当时的历史记忆，确实是难得的无感体验。我们很开心有找到了在食的部分，我们找到1923年4月的时候，那当时的裕仁皇太子是4月23号吃了，也就他来台湾12天当中唯一吃的一餐的台湾料理，就是今天金银酒店帮助我们让它还原重现的一个料理。所以今天我们很开心的是，金银酒店愿意来帮助我们，来把这样的一个历史记忆重新再还原。这是官邸生活馆和5星饭店双方也正式签约。根据了解，该国宴一推出，饭店已经收到15组的预订，询问度超高。确实，想要知道皇太子来台湾吃什么，全席每个人要5800元起跳，提供给消费者参考。记者郭文吉、何乔邦台南报道。在高雄前镇区的巷弄里，有一块阿公阿嬷照顾的银发菜园，里头种满了各式各样的蔬果。而长辈们除了在菜园里面种菜交朋友之外，更邀请了当地幼稚园的小朋友来交流参观，进行食农教育，与小朋友们分享种菜的知识与心得。现在记者来到的是位于前镇区的银发菜园，这是一个由社区大学和当地长辈一起耕作的菜园。今天他们邀请了一群小朋友来到菜园里面，他们要做什么呢？让我们一起看下去。凤山幼儿园的小朋友们手牵着手，一同到菜园里进行食农教育。小朋友们个个活力满点，认真参观，也亲自动手体验农夫整地的辛苦。对平常只出现在餐桌上的蔬菜多一份认识。因为我们这次的课程呢是走食农教育，那老师就会带孩子在课程中探讨。那刚好这个果园呢，刚好在我们的社区当中，那我们就是带着孩子踩踏社区，然后深入到我们的果园当中去认识不一样的植物跟种植的方式。那相信这样回去之后，也会带给孩子更多的想法跟体验。现在的小朋友其实比较少看到这些自然的景物。那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也希望说多邀请这些小朋友们进来社区，然后了解社区的一些美景这样子。那顺便当然就是说认识更多的自然环境啊、蔬菜以及种植的知识。由社区大学主办的银发菜园里有41块地，每块地都有不同的人照顾，且每年抽签换人时，报名人数都会爆满。长辈们除了在田里种菜保持身体活力，农场的有机蔬菜也可以采收回家，让家人也吃得健康。这种菜哦，我感觉的是讲，会当互身体健康无大紧，吼，佫会当熟悉一寡朋友，吼，或者较有年纪的吼，会当有这个活动空间，吼，这对健康上有真大的帮助。其实我们高雄一直以来就有这个高龄化的趋势这样子。那透过其实我慢慢的会有更多的长辈会出现。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一块地，让他们可以说在这边种菜，然后一方面维持自己的健康，然后一方面也可以吃得健康这样子。前镇区的银发菜园，除了提供长辈们一个交友的好地方，也是老人小孩都爱的开心农场。在学习食农教育和种植有机蔬菜的同时，更为社区带来了一片绿化的新风景。记者邱建勋高雄报道。
夏天到了，许多民众都会选择清凉消暑又能健身的水上活动作为休闲娱乐。而在台南安平的渔光岛，最近就流行了一种运动，那就是各项的冲浪活动哦。现在就透过镜头带您去看看。沙板、风帆、冲浪板，现在来到渔光岛海边，常常能够看到有不少冲浪高手在海上展现各种冲浪技巧，充满力量的姿势引人注目。在国外已经流行多年的冲浪运动，大约是在2006年引进到台湾，其中划桨板项目大概是在2015年开始流行。因为入门比较简单，现在也吸引越来越多冲浪初学者前来学习。那怎么会说想要来学这个运动？我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在玩，就是 SUP 还蛮红的这样，感觉很帅这样。对啊，因为平常冲浪好像看起来很难，这感觉看起来很差。 2009年就开始有人在玩 SUP 这项项目，然后大概就是从2015、16开始，慢慢越来越多人在推广这项运动这样。冲浪教练太极表示，西部与东部的海浪比较起来，算是比较软、比较温和，相当适合冲浪初学者。台南这边蛮适合初学冲浪运动的，因为它的浪不会到太大，而且以西部跟东部比起来的话，西部的浪会比较缓和，比较软，我们会讲说比较软因为它力量没那么大。因为东边是太平洋，太平洋的力量比较大。它西半边它浪很大的时候，只有台风的时候浪会比较大。其他的时间其实浪都会比较力量不会那么大。初学的部分其实也不会到太难，因为如果环境选好选对了，那初学就比较容易操作。对，就不用去太在意说有浪太大或是风太大的部分，就可以很专心的去划桨。夏天到了，在海上如果能够展现冲浪技巧，想当然一定能成为众人注目的焦点。民众现在不妨前来渔光岛月牙湾，欣赏这些冲浪高手的海上英姿。多脑联合活动，欢迎大家来参加。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以上就是今天的南方特搜报，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是潘文玉，我们下次见。